Hello，你好，我係 Ernest。咁今日恒生指數收報21,010點嘅，咁又微升15點到啦嚇。國企指數又收11,050點，咁升得2點嘅啫。咁呢兩日嗰個成交就好細，都係低於500億嘅。咁今日收個成交都係講緊444億嘅啫。一個星期嚟講咧，恒生指數咧就升咗1.5% 到嘅嚇。咁就國內嗰個指數今日做得幾唔錯啦嚇，滬深300咁佢今日收2626。咁就升咗1.1%嘅，而上證又收2406，亦都係一樣嘅嚇。咁一星期嚟講咧，滬深300又升咗1.8%，而上證收到2% 咁多嘅呢個星期。咁year to date嚟講咧，滬深300仍然都跑贏上證啦，大約升多過11%，而上證都係9點幾個%到嘅啫。咁其實港股咧喺2月底嚟講咧，其實就開始調整啦。咁如果大家記得2月29號又收21,680點嘅嚇，咁調整到去上個禮拜4月11號咧，大約20,140點度咧，其實足足調整咗個半月，咁基本上都多過1,500點。咁我相信呢個短期嗰個調整完結咗㗎。最重要就係話環球嗰個股市其實大部分第一季都升得幾唔錯，咁去到第二季尤其是4月頭，大家開始緊張翻歐洲個債務危機啦嚇，減持翻一啲嘅風險資產，咁拖累翻嗰個股市落翻少少。咁當然啦，亦都係因為大家亦都覺得過去嗰排公佈嘅業績亦都唔係話有啲咩驚喜，咁所以個市場又開始反應係冷淡翻少少。咁至於國內嗰個市咧，我相信其實咧，你話見咗底未咧？咁好難講嘅。不過我相信因為咧大部分，因為之前都調整咗，咁好多嘅企業嗰個股價咧都應該反映咗㗎嚇。咁另外咧，譬如嗰個即係中國經濟雖然嗰個嘅下調啦嚇，大家經濟增長預計，咁但係其實整體嚟講，因為咧國內咧仍然都好多嗰個板斧嘅，包括就係話可以減呢個存款準備金啦，亦都見得到過去嗰個內地嗰個新增貸款有啲嘅改善啦。咁加上 IMF 之前亦都講翻今年同埋下年嗰個嘅全球經濟增長有機會咧，亦都係做翻好少少嘅。咁最近嗰個美國嗰個經濟前景亦都係有所改善。咁所以其實第二季嚟講，雖然係大家都係睇係比較淡少少，相對第一季啦。咁但係亦都大家唔好話睇得太過淡啦嚇。